特别上帝感谢你，我有这个稳定福气，你搁留我的活命，会当来敬拜服侍你。特别上帝，我感谢你祝福对我的稳定甲听从。特别上帝，我知影，我伫一礼拜五的中间，我就拄到真正问题困难挑战。主啊，甲在你是阮活命的上帝，因为阮是你所听的囝儿甲查某囝。你绝对要保守、眷顾阮、扶持阮、医治阮、帮助阮。但其实去，阮受你今日佫一遍来到你的面前，我哋要用心灵甲诚心来敬拜服侍你。也互你的罗卜，互你的罗卜所要讲甲听的，拢白白得你。你开始大声伫你的面前，感谢祈祷，拢上过最后所求名来求。阿门。咱忘袂记的，今日是上帝所设立的日子，所以咱就要啦。因为咱是有信心，咱是有信心，灵魂得救啦。我顺便甲你讲，哦，每一礼拜哦 ，Harry， 咱是有信心，灵魂得救啦。哦，牧师每一礼拜咧甲你提醒咧甲你讲哦，哦，你是一个有信心，灵魂得救啦。你逐工就是用这种的态度，用这种的心态来。生活来面对你所面对的，牧师来讲，你听了，听上帝话了，出去，哇，不得了！牧师要来讲不得了，你就会晓安尼做，哦，莫安尼行无着点安尼咯，忘袂记的，你是基督徒，你是上帝所听的囝儿甲查某囝。牧师来讲，咱看最近电视，真侪节目定咧做起来吼，像讲即个伫个即个美国洛杉矶发生的代志有吼，种个做真侪神鬼啊、神鬼的代志，牧师要来你讲，你是信上帝啦。我当时看到我感觉对咱来讲，牧师定来甲你讲，你是上帝囝儿甲查某囝。哦，定来甲你讲，撒旦也无可能害你，撒旦若看到你就走你国家。牧师要甲你讲，忘袂记，足侪撒旦的诡计。我伫咧开始今年开始的时候，我就你讲啊啦，讲上帝的情节有无？你甲你讲，你甲你提醒讲，撒旦用甚物款的诡计咧陷害你？甚物款的假象互你看者，互你啊啦惊吓，惊吓你就啊啦，哇，佮倒转去，早时你也未是听道理出来，会情况甲时阵，哇，系啊，你佮家己啊啦 ，lost， 你佮家己失去。忘袂记哦，你定爱祈祷上帝啊啦，请记上帝啊啦，所修持的专路啊啦，正确，不记得忘袂记。洗礼最要紧啦，牧师咧讲洗礼，所以洗礼真要紧啦。你洗礼你就属于上帝，任何人拢无能啊夺出你，对你的心就甲你夺出去。牧师要甲你讲，这就是咱洗礼真要紧的所在，谁都爱洗礼。我大家讲啊，我都免洗，我家就爱洗，不是安尼。主要说话啦，你就照诸般的义，照这的义理安尼行有无？主要说约翰要甲行洗礼时阵，有无？约翰讲啊，唔通，你是上帝囝咧，我较有资格通甲你啊咯。耶稣讲来甲伊讲啊咯，你就照安尼来行，就会忘袂记。这是耶稣伊当时啊做一个足好的模样，所以牧师定咧鼓励咱，甲主要去洗礼。你不能安全，祈祷你上帝，归向上帝，上帝甲你保守你的一切，敢袂歹？哦，感谢咧，哦 ，OK。今日牧师特别用追求真正水，咱大家来修，大家来思考。你只，咱接触以后，我准备的讲义内底，我无想讲生活对今日手指休息，因为我性情咧做工哦。拄着我小弟牧师嘛讲着啦，牧师嘛讲着，哦。伊我讲道片内底，我有写，我写着圣诗第65首，这首的诗歌吼，当真正追求真正的水吼，你个读圣经吼，咱知水，这个水是每一个人所介意，对不对？水，你讲什么人无爱？大家嘛爱，但是咱的有当时啊，咱个啦，真侪为着水伫遐，真侪人。足介意，但是真侪人啊，为着水伫遐咧烦恼，伊就遐啦，开足侪时间，开足侪金钱，有无？敢若为着要追求啊啦水，
足济啦！你若看伫个咱今日一个大众传播媒体有无吼，足发达的时代有无？你若拍开电视，哦，你若看迄电视内拢咧讲啦，美容，拢咧讲美容的物件有无？咧卖美容的物件有无？要教你安怎，互你的皮肤，互你的这个面貌，互你的啥物更较啦，哇，更较水，哦，更较水。所以差不多你甲看咱台湾，你若家己加努力，你若发现一个现象，哦，美容仪，哦，美容仪到处拢是，不管男或女，哦，甚至哦，哇，做足济有诶是安尼。爱迄个，特别是迄个啊，整容有无？整容的迄个医术，你甲看我最近发现到有当时啊，行伫街路啊，行伫迄路诶，就讲加一间啥物，做迄个整容，足济。啊，所以咱可能会想讲有一位美容师吼，有无？最好是有一位美容师，亲像即个《聊斋志异》吼，《聊斋志异》这本册内底，也是咱看了这本，定咧看迄故事内底，就会较奇怪。神鬼怪奇异的哦，博士们想要爱讲我，当时咱去看看啊，然后较了解讲，到底内底咧比啥吧？内底有一个叫做陆判官这个人有吼，伊是啥物角色？伊就是咧为着一寡人啊啦，来甲啊改头换面，来改改换伊的面貌啦，互伊安怎？为着利益有无？甲伊安怎？叫伊就来替伊安怎？改头换面，吼，当换你的面就对了。所以你若伫咧了解志异，看到种这真奇怪代志啊！内底有一个叫做陆判官有无吼？咱拢真正足爱想讲，参像有即种人吼，会当安尼甲咱改换一个面貌，互咱食到一个啦，哇，美人安尼吼，美人。上时啊啦，咱知影水吼，咱讲较白讲，即个水吼会带来足侪啥物？足侪优势有无？一个人若生了较水哦，咱讲啦，容易啊得人疼。无论你做人，你做代志有无？你拢敢啦占足大的便宜啊！咱若一间公司内底有哦，你敢来看，咱来看到这现实的社会，一间公司内底哦，这人虽然伊无啥物才艺，生了较水尔，哦，迄头家拢足容易有啊吼。你若去食头路的人哦，你拢会当理解。所以有当时啊，这水占到真大的便宜甲优势。一个查某人伊若生到水，伊就想要过一个理想的啥物金龟婿，有无？理想哦，伊安尼就会享受伊所谓人间的迄个福气啦、富贵啦。所以你注意啊看，遐小开哦，有钱有势的人，大部分拢要娶啥物人？话迄啥model有无？哦。无就演艺界有无？你注意甲看，啥咯？因为外表面貌就是，因会感觉安尼才有，甲伊才有啦适配。所以水来讲哦，实在是占足大的优势。想想一个查甫人有无？若生做缘投吼，博士在开玩笑，像我啦，那是开玩笑。几啊十点一直单定的代志啊，大家笑笑就好吼。你若生做缘投有无？你会真个有无？真个女孩子安尼，甲你安尼，安尼足甲你介意，足甲你羡慕，到今仔日嘛是共款有无？你若看安尼，你若看迄粉丝，看迄影歌星啊，是讲哦，安尼一个缘投一个帅哥，哇，安尼，叽叫安尼，吼有无？咱看着这个现象，咱都有咱伫电视内底，哦，所以。哦，生做缘投了，人来请你去食饭、看电影安尼哦，真这个代志，敢是？哦，所以水真正带来足侪哦优势，敢是吼？像选美有无？你讲话你选美啊啦，讲你选啥物？讲这入围对不对？较早拢选中国小姐，即摆话选台湾小姐。哇！你若选着吼，不得了啊！你的身份安尼360度的转变，有无？人拢安尼甲你安尼抱他大身价百倍。较早些某对不对？你选着不得了互人足羡慕，比你着迄个彩券更较欢喜，有无吼？甚至啊啦，你当场啊，等你受选着，你当场啊啦。
哭出来呢，欢喜啊哭出来，喜极而泣。讲伊一句个喜极而泣，敢是？哦，咱知影，爱水是人的天性嘛。哦，比如讲你的穿衫裤、你的装他、你的化妆，拢咧表达啦水迄个重要性。所以你会去注重你的面貌的水。哦，不管你爱去注重这个面貌到底有水无水，啊，这并不是歹代志啊，无需要讲。哦，我讲了无需要无咱咩，这毋是无好的代志。哦，你看我，咱目前咱看头先牧师讲的，有真济，这个金融的一个行业哦，振龙振兴，哦，拢是你注意甲看，实际上是啊啦，用假有无？用假来咧啊啦掩饰，有无？哇，你着爱用迄假甲套落去，哦，才较会当安怎有无？迄个所在就要用假甲补落去，对不对？你才会当边啊佫较好势。所以有假头毛、假片啊，佫假什么，逐项拢有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学家己啊啦，迄种的水啊啦，永远都袂啊啦，袂退色。你啊啦，永远保持着啊啦青春啦。所以这是咱知影。所以咱就对这个来了解讲，这个时代已经进入一个啦追求水的时代。所以牧师定用特别用这个咱三甲做伙来思考一个题目，叫做追求真正的水，来甲咱三甲做伙来想吼。那咱看今日所读的圣经，头一点，咱三甲来想的，这个好的万美吼，好的万美，所有的万美拢是上帝创造。拢是美好，你也看传道书，拄则咱读的圣经有，上帝做万美，国教伊的时正做美好，佮将伊个永远的观念，有无吼？原本就是永远，永远。所以你也白话字是讲永远的观念，佮将伊个永远的观念放伫世间人的心内。因为当时你咧读翻译哦，嘛咱读较拄好有啦，你家你汉文的小可翻译过来有无？你来受伊的意思，茫读者走经义啊就来，所以有当时啊上好人是对照者，甲迄个白话字，为少年人白话字较袂晓紧，不过艺术刚造诣所以你啊看，这么水、这么美好的物件，咱知影上帝创造这个世界观啊，是一百啊人，真水的图画呢，这图画足水啊，怎讲？有光有暗。你若会晓画图的人，牧师咧甲你讲，画图的人，足够画你一个看落迄个山画啊，远甲近，啥咯？伊安尼一画落去，你就知影，这个山伫咧这个山伫咧近，迄就是有光暗的，光暗啊，甲会这分辨。阮家里就是学美术的，美术的，我看伊安细汉就第样咧画100个，我讲这囡仔将来有迄个。上帝有迄个画天分的不过伊是无为这个去发展，无我来讲不得了。伊迄细汉就伫咧乌帮，伫咧白班啦，就画迄种一点一点人咧洗身躯啦，一点咧消活迄我有甲翕起来。足细汉你阵啦，伫乌帮家己画迄人咧洗身躯的迄种，哇！这囡仔比我较天才，所以。你注意看，会晓画图的人，迄个光甲暗会晓分，远甲低，山甲水，花甲草等只。佫有啦，画鸟。我会记我细汉咧画迄个啥，画迄个图咱你会记毋知？你毋知有迄个印象？画山有无？佫来画水，画了后安怎？天空就画一只鸟啊，有无？几啊只鸟啊，有无？写一个山的，有山。山有那个鸟啊，细汉我拢安尼画所以你注意看，有飞鸟，有鱼虾，有无然后你佫看到细汉你那画图画啥物？一间厝有无？一间厝佫有烟囱有无？甲你行火，较早拢行火，对不对？烟安尼为迄个烟囱，为迄个烟囱就有迄烟安尼走，有无？咱那个记，可能这4年级的3年级、几年级的才知影，因这少年的即马拢较毋知影。绝对有一间厝，有山，是要有太阳、月亮，若无就是
只鸟安尼飞，落一个烟囱安尼吼，所以有人住伫迄个中间，哇，100度就感觉有成100度哦。那上帝赐予人的一个世界，咱若根据圣经话，原来称伊做安那爱典啊，佮赐予人啊有迄个建筑的一个地位。啊，老讲你也看咱今日有足侪啊啦，哦，安尼大，哦安尼。互人有地位啊，厝内啊装潢啊真水啊，真水去。甚至啊，我今日咧做厝哦，我有当时啊，你最近甲看迄有人咧翻厝无吼？有人我本来是讲，迄个会较功夫啊，迄厝拢啊，迄石头安尼吼，佮去甲装迄石头啊，一粒一粒啊斗啊，较早啊装啊大做啊水，但是去甲摸一下讲，拢假，迄石头个拢假的。就咱面顶，咱这面顶这是迄石，迄是真，但是你看咱咧装头迄厝，你甲摸迄原来是用啊，用打的，用捏的。我即摆种个恍然大悟，讲哇，即摆技术在这里水，规个厝安尼水啊，规个水当当，所以但是真正上帝互人有迄个建筑的地位有无？有迄个日本式的有无？咱有当咧装厝内底有一个日本，你若咧较好的人，伊就讲咧用一个榻榻米是种有迄个日本式的内底有无？西洋式的，佮日本式的、中国式的，佮欧洲的，哇，实在是太水，所以互人有迄种地位，所以人伫遐啦享受，过来啊啦，食米好，食到安尼山珍海味有无？对不对？食到山珍海味，咱中国人讲啦，中国人有一句话讲啦，满汉全席啊，吼，迄实在是太丰富了。莫讲甲去中国啊，讲咱台湾好，现在真侪观光客来咱台湾，台湾足侪啊小吃，哇！你若去迄夜市啊，看的拢到处拢是，吼，拢是小吃，但是其中有一点，拢共款，拢臭豆腐啊。哇！你有感觉无？就臭豆腐我真，你足共的，你到处拢是啊。只是讲来讲，好食甲歹食咧。但是食清啊，你若佫讲到清啦吼，讲到转来哇，清啊！今仔日会使讲你啊，看小安尼，你注意甲看，伫近台内底，哦，迄卖衫的规大堆啊，早时较无有啊，但是即马，哦，你敢若三骹无一斤，敢若咧中正路哦，你注意甲看，几啊间啊暗时佫拢，迄卖排单啊，你知影？排单啊！你佫去后车头遐，哦，佫较济。所以你来看，足侪拢咧卖衫，穿衫对咱来讲，哇！你若佫较高级的是貂皮兔毛的，吼毛皮，吼毛衣，也是讲迄个罗缎丝绸啦，吼。你若讲来讲伊啦，吼，讲伊，然后要西亚的啦，西亚的啦，吼，还是讲这个什么哦，哇，实在是，对这清来讲，哇，原来是。伫咱这时代来讲，实在是足大的享受啊！所以你来看嘛，这个咱来讲圣经，咱看圣经，看来所罗门王府，伊讲个所罗门王极行我的，足荣华富贵，极行我的。当时的所罗门也无法度甲这个时代比，老实讲，这个时代实在是会使讲安尼，满拢是安尼吼。但是真可惜是啥物？这么水的。这么美好、这么水的、这万米上帝创造这大自然所创造出来，这个大部分啦，受到破坏，然后啦，人类的罪恶破坏了。所以上帝咱的这自然的水，像迄个河拢污染，土地大概拢中毒啊，70%以上啊。所以咱面对这万米这么可怕的这情景时，牧师也捌讲过，曾经捌讲过。亲像啊啦，你食迄个神脑骨，你神脑骨甲食落去，就迄个迄种的对死的这种的危险，所以还有机会，等咱了解知影的时阵，有无？那这么水的万米已经渐渐离开咱去，咱要安怎去挽救这种的破坏，规个大自然的水的一个延续，所以咱只会帮袂起，咱做上帝的囝。咱做一个基督徒啦，爱唤起迄种什么信仰的东西，信仰就毋放袂记。
咱牧师，你这叫做信用的良心。你注意看圣经内底描写，哇，讲啊啦，你若对起你的良心，哇，也讲迄个良心的精湛哇吼。所以上帝早时毋是干那咱的，毋是基督徒人嘛有一个良心担忧哦。当伊做啥物代志，伊会感觉伊的良心就不安有无？做无好的代志，伊的良心就不安。所以这个良心也好参就拄到咱读的圣经内底讲，迄个永远的观念，为好的将来，迄个永远的观念，好参就安尼共款。有上帝迄种的信用的良心，所以咱比较反对信用的良心有无？伫咱的内底，特别咱关心咱大，牧师捌讲过有无？这是一个好所在有无？我记今年的年初有无？牧师有讲有无？咱所团这是一个好所在。最近更加有咧讲迄个核子有无？核子的问题，核子的问题。啊，即摆就搁讲，啊，这核子的物件这么危险，你看日本发生的代志，几啊年前，几啊年前，也是讲早时拢无感觉无发生代志，伊也感觉讲哦，这上俗啦，上安怎哇？最近你注意下看，发生的代志哦，发生了，你开的钱比你投资的钱搁较济啦，安尼你搁做这要创啥？你会当发展其他的嘛？啊，所以忙袂去，无论咱袂使分讲啊，你就啦，劣个，毋是啊，你爆炸了后会找迄个，敢若找劣个，是敢若找哪个？这爆炸伊家己会找哦，无迄代志啊，大家拢共款的，忙袂去的，咱不分男女。牧师常咧讲，咱住伫这个地面上，咱袂使分男女。你是上帝所创造，上帝所听的，忙袂去，这是一个观念，你一定要正确。牧师要甲你讲，你就是一个。住伫这地面上，哦，你是上帝所听的家己甲查某囝，无论哪里，大家拢共款，哦，所以忙袂去，咱袂使去看见别人，哦，伫个这个政党内底嘛有好嘛有歹，咱袂使讲拢歹，无一定，但是忙袂去，咱一定要有信用的良心，所以俗语有一句讲啊啦，人若照天理，有无？人若照天理，啊，天就照价钱。有无？你若照天，你来行，天当然，就照安尼行，袂讲安尼，安尼足者知的安尼就是人安尼会无咧照天意行，结果哇，带来足者知的啦，这是较早人的一个观念，所以俗语讲人若照天意，天就照价钱，OK，咱其实咱若所谓甲看法，咱看做一项代志，有无？你当你看这个世代，看这个世界，你小可甲看看甲综合了，你就会当了解讲，牧师爱甲你讲，伊敬畏上帝国家，绝对受到祝福。你若咧边有诶无？你注意下讲，但是咱伫宗教上是歹势安尼讲互你去比较，有无？真同我诶所在，拜真神诶所在，哇！迄在是。无论你生活品质无啥物差一里外，你有感觉？你家己去比较，但是伫宗教上，你嘛要有一个叫做比对信心充满，咱毋免受就是讲有信仰的人。佮讲啊，伊是用智慧甲信心讲话啦，有伊的智慧，所以智慧重要紧人所以牧师常祈祷无，求上帝，互咱的中级，互咱的兄弟姊妹拢有比顶面来智慧。属灵甲属世的，我知影我咧体会咧，我知影甲人做伙生活，我做伙生活，甲你厝人生活，甲我有知影发现讲人真正智慧差足济。我会感受啦，迄是我会体会。我活到即摆要60岁，我会体会会感觉。我感觉好在咧头壳头壳迄个人咧讲我迄个歌咱拍无开安尼。我有影足不可思议，足想想你开，我就等去厝，我若姊妈妈安怎？迄听你讲的，我讲，拜托你教遐久你妈妈90岁伊若咧甲你讲咧甲你种，伊拢讲了就袂记的，对不对？拢会搁甲念一下有无你就念听伊念乜都好你何必靠去甲伊讲咧？不过咱去这大条，我讲你头壳歹去，你甲伊共款头壳歹去，你就听伊讲。
啊，听了安就好啊，伊佫袂记，伊讲的是袂记，你知无啦？啊，你何必讲伊甲伊计较这？伊计足无地位呢？牧师要来讲，人就要有对上帝来地位。我唔知是安怎，但是你伫咧生活就这样学习。哦，牧师来讲，唔忙，但是牧师要甲你讲，这个我是对上帝好难。安怎讲？哦，我有人甲伊讲哦，有人甲人咧讲，我毋是讲甲咱阮兜的人，甲有人甲咱一个人咧讲的感觉啊，讲啊，你头壳袋遐窄，你头壳袋拢窄伫迄个所，拢袂 open， 袂开的。这是我的感受啦，这是牧师咧讲的感受，你家己去体会看卖。你要咱对上帝顶面来地位，要咱有上帝甲上神地位，这是不简单的代志。上帝讲啦，最后所讲啦，我要互什么人就互什么人。啊，无你拢十伫遐，啊，我来讲啊，你拢无去听，啊，你拢就是一直十伫遐。哦，甲你讲，你着照起工，然后你来照上帝家己去行，啊，你拢。看咱就无爱安尼，啊，有当时啊，你讲牧师会提供你的意见，啊，你讲你就照安尼去做，是毋是照安尼做？你即摆咧做的，就是以前我甲你讲过。咁是啊，你最要回想者，你做了的代志是以前牧师甲你讲的代志，啊，你早做就好啊。你何必佫经过一段时间，甲伊当面安尼自我当面啊，我实在有够艰苦，要安怎艰苦？我著甲你讲，你无要听。就会忘袂记，一定要照上帝，甲求上帝，互你有对顶面来智慧，拍开你的心目。啊，这是足无简单的代志。所以，咱看圣经内底也不是咧讲智慧，有无？所以你看圣经底下，比如说书体阮有信心，佮有圣心充满，伊也是用智慧甲圣心讲话啦。所以最后伊讲，伊个第15节讲，伊的面貌亲像天使面貌，第7个。蛮袂记，我咱要继续看，佫讲一个什么人，最后伊叫个牧师来讲。保罗，你看加勒台第4章13节到14节，你抄起来。哦，加勒台第4章13节到14节，伊讲啊，伊头一摆传福音，互恁治愈的身躯有病，恁为了我的身躯的缘故受试炼，无看轻我，也无气杀我，反倒接待我，亲像上帝的使者，亲像耶稣基督。哦，咱咧接待耶稣。保罗神仙，你注意甲看，保罗神仙是一个人，伊的言语吼有当较粗俗，哦，伫圣经的背景，哦，啊，伊是一个人真，哦，讲来讲，伊的迄个面貌啊，是讲啥，甲人拢较无相像，气貌不一样，哦，啊，伊的言语是较粗俗啊，所以伊的目睭有小可有毛病吼，但是教了太无因安尼啊来轻视，来气杀伊，伊了啦。保罗迄个灵性，迄个水，迄个内在水，互人啊啦愿意亲近伊，而且来接待伊。所以伫圣经的背景，而且咧讲的咧描述的是安尼啦。所以你就知影保罗真正是安怎是一个什么款的人，哦，嘛是伫咧心灵内在，所以人足爱亲近伊，哦。那第三就是但以理，哦，咱了受了圣经的灵魂。但以理，你若看但以理书第1章。哦，你看第80节到看15节，咱遮但以理当时甲一寡伊的朋友，哇，伊个面貌啊，吼，伊个面貌，哇，因虽然无食菜，无食足伙，伊敢若食滚白开水，啊，佫食一寡蔬菜，哇，伊个面貌比遐超有当时的这个，哦，这个，哦。当时的背景，你看但以理书就了解，当时迄王吼要叫因来食啊咧，要请因食，因无食迄丰盛的饮水，敢若啉白滚水，啊，佫食迄蔬菜，啊，所以因的面貌啊啦，俊美啊，圣经描写因啦吼，讲因的面貌，因的灵性性欲，足水。哦，但以理，你若看但以理的故事，你也应该，你就当发现着，过来是啥物？摩西，伊是一个啦，我感觉面貌真水的。查甫人，伊的面是常常发光的，因为伊安那圣经记载讲啊，伊常亲近上帝，甲上帝啊啦面对面。姊妹，你若看伊即几个人物，你会当发现一个共同的所在。最要紧的就是你常常爱接近上帝。一礼拜中间有人去做代志，接咧，甲你的朋友亲人好吼，哦，
有当你看到你朋友啦啥安尼，哇咧，安尼调东调西，安尼骂东骂西，安尼哇咧，甲因做伙哇足。你无感觉安尼？你甲你四周围人，有当你发现是安尼，你无感觉安尼感觉足哦？但是你会晓来接近上帝，佮对咱个接近上帝无共。所以你发现在人本的中间，伊定定甲上帝咧沟通，定定接近上帝。所以你灵性就安啦，会晓超嘅。所以牧师毋知讲，咱定定爱读圣经，爱定定查经，爱定定祈祷，互你啊啦。伊就像即几位人家己灵性就，即着水美好的一个灵性，人袂记的，你的外体一直啊啦，一直衰退去啊！啊，你慢慢哦，你的内底迄个灵啊，甲你的外表共款，一直无去啊！啦，你就害啊！哦，牧师提醒咱，人袂记，所以你得爱定定谨慎啦吼，定定谨慎哦，检查人的面貌，检查啦吼，可怜。某一个可能，人的面貌，你亲像一面镜，对你的面貌会照出你的灵性的细苗，检查。哦，但是这种的上面的美貌，哦，伫迄个内底，迄个上面的美貌，你嘛无法通去伪装的。我所要甲你讲，真正你无法通伪装啊！你袂当用像化妆品安尼抹抹，迄内底迄灵摕开抹抹，无法度。安尼就是安尼。你的内底迄个灵，你的智慧，我像智慧，即个人，你的智慧到什么程度？我偏偏一件简单的代志，偏偏一件真意义的代志，啊，为什么人别人安尼，你就安尼含袂去？迄个智慧，迄个属灵，迄个面貌，是无法度去伪装的，系真个。传道书第2章第3节甲咱讲啊啦，讲我的心内纠结，去咧查看。去咧研究也好啦，去咧查看也好。倘若我看明即个天下即个世间人的时阵，伊发现啥？伫咧天下的一生的中间，你着爱行什么代志？叫做水。查斯汀讲啦，早起有查斯汀咧问大家有，你若去看查斯汀伫咧讲道的中间，伊讲啦，讲你感觉你的一生啊啦，是啊啦。虚度光阴吗？伫你的一生有啥物路用啊？我顺便来讲，你今仔咧拍拼，圣经就来讲啊，人肉赚得全世界，最后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？你听这句话，你无感动吗？所以牧师就爱提醒阮囝，遐较早困的，你做啊偌大的生意哦，你若身体性命都无去啊，你搁做啊偌大的生意嘛无路用，敢是？敢是？所以直接的、足直接的会感受啊，感是你若趁咧全世界，最后啊，丧失家己的性命有啥物路？所以你毋通虚度一生啊，虚度你的一生，你要好啊啦，认真来做上帝的工，做上帝的工，听做上帝，你是啊会存留下来。哦，所以茫袂记，你就要会晓看明这个世界，哦，看明这个世界，到底这个世上是啥物？哦。所以，而且，圣经讲，什么到底咱搁继续看讲，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水？什么是真正的水？有无？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水？真正的水到底是什么？耶稣曾经学了玛利亚，伊做一件水的代志，就是讲啊，听主的水。耶稣学了这个玛利亚，有讲无论是啥物款，拢要讲起这个妇人人所存，对不对？有无？伊拍破迄个咱大球油，抹耶稣，用伊的迄个头毛来抹耶稣，所以伊世上万美的水，会亲像花啊会谢去，对不对？草会枯干，迄个外表的美丽会结束，难袂记，独独为着主最美好的代志，伊所表现出来迄个美定啊，要留定。永远袂别去。有一句话毋是安尼讲，讲伫世间得到迄个水的名，伫世间你得到迄个水的名啦，要赢过啥？你的财物啦，要赢过你的财物，敢是？要赢过你的财物。所以这是伫这个咱定定咧讲的，伫世间上嘛是共款有无？
人讲你圣经嘛讲，命名啊，迄个即个圣经内底嘛讲，有无？你有迄个水的迄个名，赢过一切，敢是？但当然要，牧师要讲啊，要了，我记得头先有落去讲，伫咧所罗门定项目，咱第一项啦吼，我有讲啊，伫圣诗65首，哦，咧描写迄个美丽地面有吼，灿烂的星星，山水花木好光景，吼，啊，这百万米的水的一个写照。头先牧师咧讲啊，叫老高伊安尼吼，就是讲我今日拄啊，咱七官队伍。咧唱即个诗的中间，而且唱即个圣诗65首啦。我直接先甲咱补充一下，因为头先牧师讲，我有讲到圣诗65首，我就有写在即个内底吼。所以，保罗先生伫咧罗马书12章17节讲啊，人用歹无歹，大家拢认为水的代志，你就安那留心去做，你就安那用心去做。艺术来用心去做，水的代志你来用心去做，有机会，望咱来追求迄个真正的水，有无？所以牧师头先讲，真正迄个美好，也就是讲美好的定义。